人妻趙學而遭性騷擾，公然被問做愛姿勢。見到呢張相，你最想講啲乜？學兒，你最中意邊種姿勢做愛啊？橫睇掂睇，呢張相點都勾唔起任何性慾咯。大膽網民竟然光天化日調戲人妻，該當可罪。呢個人比起我老人家仲得閒，一日90幾個 message，炸爆我個信箱。死你！搞死你！強姦你！哇！早排學兒公然俾人喺微博性騷擾，其他網民都睇唔過眼出聲，但係搞事嗰條友一啲悔意都冇咯，終於就搞到學兒忍無可忍，要向微博舉報啊！不幸中之大幸，過咗冇耐，微博嗰邊就已經做到嘢啦。關於早前嘅騷擾事件已經搞掂，謝謝。我哋尋日就打過俾學兒嘅助手了解，佢就話冇回應，只係小事一單，已經搞掂咗啦。而學兒都有喺微博多謝大家關心啊。